今日即个平安，真欢喜的主日。今日咱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咱今日是咱的教会顶半年度的福音主日，咱真欢喜，上帝带领顶面来邀请到郑明堂老师到伫咱中间，咱确定的聚会中间，伊甲咱分享伊的生命的经历。咱直接来传的圣诗，圣诗67首。我心学乐上帝，圣诗67首。咱用第一节甲第三节。我心我乐上帝，主的灵我的悲，体会万民撒开影响，我乐意我主名，主我常常追查，求求我海观算，黑夜一段。咱搁来看490首，歹势吼，咱的手报因拍了毋对，是拍492，会记着哦。咱落尾的诗是490首，得主的人有幸福。咱又要用第一节甲第三节。为
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圣诗67首，我心阿罗上帝，我心阿罗上帝，会众请起立吟诗。请咱永远徛的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主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面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加做为全能的爸上帝国民，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高塔客引文第8篇，客引文第8篇。我来客，你来应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拉。虽然有军兵在营要攻击我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安静保护我，将我藏伫伊布边抗白的所在。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
我要伫伊的步边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啊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你将希望敬我的面。毋通对我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。因为父母离开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道路指示我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感谢你这礼拜对阮的看顾。主，你是何等伟大，将你独生爱囝手赐予阮，予阮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感谢主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是至尊的祭司，是神家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求你帮助阮对黑暗尽力光明，知影家己的不足甲软弱。透过主你的听，互阮欠缺得到补助，有你的灵伫阮内面，软正嘛变做刚强。主啊，你是做成事的主，做阮路上的光。无论阮拄着怎样的代志，有主同在，阮啥物拢毋惊。帮助阮脱离遐个无好的代志，互阮的人生有主你的光，会当镇赢黑暗的权势。伫阮性命中活出属上帝新的活命。主啊，今仔日是福音主日，主的恩典白白互阮，阮嘛要白白互人。因为你是真理、道路甲活命，阮欢喜将福音的好消息传予世间人，拢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。主啊，感谢你引带郑明堂老师来到阮中间，主你使用伊的音乐来服侍你。用诗歌见证你，侮辱你的恩，荣耀你的名。愿望阮每一个人的性命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求你看顾今仔日的聚会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记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。我来读，所以人定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拢变成新的。上帝的话读到遮，诗歌见证，咱请郑明堂老师，伊题目是新生命、新生命。多谢。咱敬听牧师，咱的兄弟大家平安。也非常欢喜，转来到伫咱建成教会，要甲咱兄弟同齐用诗歌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所以感谢主，互我有这机会，咱转来甲兄弟请安，也愿上帝的怜帮助咱。互咱今仔日一个福音主日，毋是真做白白了时间坐伫遮，乃是主的福气要临到伫咱中间。咱就要唱歌吟诗来学乐伊，阿妹。拄则咱听着福音主日两个事，咱来注意。一个就是我要请问你，今仔日若是福音主日，你有带人来做礼拜啊无？就是讲信无义的人，信无上帝的人，有啊无？无对无？无，就是会当用圣经在。我所谓的圣经，就是讲，就是当用较信仰的来甲咱兄弟同齐来分享。圣经的话对咱的影响，圣经的话有对咱啥物价值也无。所以，若是无足济老店歹势，我不方便走上去，所以你就头壳小可安尼迎面而望一下吼，不会介意吼。好，因有安尼呢，表示有反应。我捌去过教会，因拢无反应的，对。因感觉讲你应该徛较悬的，我才看会到你。
感谢主，我今日用诗歌甲你分享我的生命、我的诗歌、我的见证。啊，若是兄弟，等下我唱歌，我嘛毋望你甲我同齐唱，因为我毋是要来表演，我毋是要来表演我的诗歌，我毋是要来评判我有偌好唱歌，毋是。乃是兄弟，咱同齐用诗歌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主，来学习咱的主。是这过去的 COVID-19， 你看咱的影响有偌大，有偌济改变。即个会当伫厝上班，用电脑上班。这古早咱敢捌想过，咱从来毋捌想过。这个 COVID-19 互咱的性命改变。我有朋友3年前，2020 4月，伊随着伫纽约就死去啊！我袂当想象迄种一下来的破病，就随人就无去。人就无去，第二天就无去啊！甚至伊的厝里的人接到电话讲伊死去啊，连看拢袂当看，到会当看，到迄伊要烧的进前有一个片互你看安尼尔。我甲伊的夫人讲，你甲他当作他去出海啦，啊无法度接受，破病你也袂当看，啊，即个过往的个别说你也袂当去。兄弟，人生敢有即种代志？你捌讲过即种代志无？毋捌啊！所以咱的人生伫即个 COVID 有足大的改变，咱的心嘛着对咧改变，因为时代嘛在改变，咱拢对咧改变。咱毋是搁再是过去的古早人，你讲咱已经60、70岁啊，但是咱的思想是新的。上帝要将咱的新的思想放伫咱的身躯里面，放伫咱的头壳内面的时阵，兄弟，咱要安怎做改变？咱为即才开始活伫基督的内面，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甲咱的主相同行，时时用诗歌来学习伊，用心灵来敬拜伊。好吧，第一首诗歌，我要甲你分享的是，我要吟诗学习上帝。兄弟，等者有哈利路亚，拢你唱，哈利路亚拢你唱哦，你一定爱唱哦，因为它很简单，伊真简单，伊无足困难。所以哈利路亚，你爱唱，安尼刚好。我毋是讲你唱尔哦，都是若是你唱的时候，我无爱唱啊哦，我会安尼哦。OK， 还佫有一个福音主日的定义就是讲，会当较轻松啦。所以我们放松心情，咱甲心情放好轻松，来仰望咱的主，来敬拜咱的主，咱要用诗歌来学习伊。我要吟诗学习上帝。咱者你甲我同齐口唱心和，一起来赞美主。咱甲咱的主讲主，感谢你，互阮过去的日子，得到主你的照顾，平安顺遂，甚至健康。哈利路亚。
今日的爸，我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咱的主，互咱愿意开咱的声，出咱的声来学落去，感谢主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帮我唱，因为其实我若知影讲咱有国语甲华语的吼，非常人我都袂接这场啊啦，因为好累啊，因为要唱歌唱很多，足侪人甲我讲。啊，你不是唱歌的，你很会唱，你也好唱啊！你著唱歌，你咧惊啥？然后伫这个 COVID-19 的时阵，我有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我丢着啦，我丢着啦，迄人讲中标啦。有一天，阮去参加一个牧师的退休宴席。转来，我就含我的同工开车，阮足欢喜的哦，想讲哦，去甲牧师迄个进程退休，甲伊写一条歌，佮甲指挥哦，用甲足欢喜安尼。转来，阮两个落去买一杯饮料，阮两个吼，我含我的同工阿九啊啦，阿九啊，我迄小姐，对，阿九啊，阮两个足罕去吸同一个吸管。我喜欢翡翠柠檬，结果去买饮料时讲最后一杯哦。我说那最后一杯我们就买这一杯就好了，反正我们从台南到台中也不是很远，所以就喝一杯就好了。我哪还在安尼讲话讲啊足快乐的，我讲那互咱一支吸管尔，我毋是叫伊互咱两支吗？伊讲一支一支嘛无要紧，老师你就切切就好啊啦。然后这重点丢着毋是迄支吸管。丢着是，对，阮两个伫车内底就把口罩拔起来啊，也无咧刮。摆一按，阿叫就甲我讲，老师，我这哪有怪怪呢？我讲，拜托好无，你莫甲我讲你丢着啊嘿。伊讲袂啦，我袂丢着啦。甲暗的时阵，讲老师，我想来搓一下看看。我讲你搓看看，假如有2条线，你再告诉我吼。我才预防一下吼，结果到半暝12点，伊就抽2条线了。我就紧嘛自己搓，我搓自己，我1条线。哦，我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，我不回家了，谁也不想见人，我拢无甲任何人见面。然后呢，我就安尼住伫办公室，一直烧起来，一直毋是烧起来，就是安尼无爽快安尼啦，无爽快时我就想。上帝啊，不会把我给丢吧？我无遐尔衰吧？到16点我就足无爽快，我嘛甲搓一下。你哪知？我就2条线，我就紧甲讲，你遮住伫就在哪里？我紧来去找你。伊讲我住伫我的老店办公室，无你来找我好啊。咱两个只少煮食会当同齐食，阮两个就安尼。伊吼扫到吐血。血丝拢扫出来，安尼血丝拢。你敢知我甲上帝安怎求祷？我上帝啊，你毋好互我影响着我的咽喉。你倒位拢互我艰苦，无要紧，我其实足艰苦啊。然后骨质拢酸软疼安尼，头痛到要爆炸。但是遮拢是受着上帝保护。你敢知影？我甲上帝上帝继续保持。不管你要偌几工，我互我艰苦拢无要紧，但是遮毋好互我艰苦，因为我要唱歌学落去啦。像这我10工才结束，我咽喉我连嗽嘛无，我咽喉疼嘛无，足侪人甲我讲，迄个喉咙如刀割，我毋知影啥物叫做喉咙如刀割。我讲阿舅啊，你有喉咙如刀割无？讲袂出来啊！我甲你讲无是喉咙如刀割，我讲有啊，足像你足像喉咙如刀割。我讲，伊讲你拢袂哦，我讲。我有祈祷啦，感谢主。迄叫做我靠上帝，真正你用祈祷的气力去我靠上帝，因为我每天祷告，我逐工拢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要用这咽喉唱歌互你听，学落你的，带领人来进入你的圣殿呢，你毋好互我无声，然后这真正，我迄10工，敢若第5工，敢若小可安尼无爽快尔，但我嘛无扫，我嘛无安怎。感谢主，祈祷的气力是你袂当忽略的。祈祷的气力是上帝所赏赐。咱人若是伫艰苦的当中，你祈祷上帝必然要拯救你，要帮助你。
去年的10月，阮来台北服侍，阮去南门教会。一到要来时，阮拢是像会使为台中徛安尼。迄天拜四，就气象报告讲会做风台，会做风台，阮就想讲，阮台中毋捌咧做风台啊啦，阮连雨拢无咧落呢。我逐工看恁咧台北咧落雨落雨，阮台中拢阳光普照呢，阮拢光影影呢，阮拢光明之子呢。结果呢，恁遮拢是安尼湿湿湿呢。呀，这我一听就讲拜四，风台警报，差不多礼拜日会来到台北，台北的风会咻咻叫。我甲阿叫，我甲你讲，咱上好吼，咱拜六就来台北住，无吼正经的。迄若做风台会开天窗哦，遐这我紧送外紧去订一个足俗的旅馆，伫迄汐止好事多的边啊。遐这阮伫南门到我订啊汐止去，你知无？因为上俗啊，所以阮就安尼开车起来，遐这拜六风台就咧扫啊。阮甲新店就小把雨，甲桃园就小大雨，甲台北。大风搁大雨，像这恁可能定定有风台啦，你也记袂起哪一个啦。所以你听我讲就好啦。你敢知影来到台北，我就讲南港，我伫南港读册，我甲你讲我上熟。阿叫你去买便当，咱吼入来旅馆，咱就摆佫出来啊。反正明仔载来去教会结束了，咱紧转来台中就无代志啊啦，远离这个暴风圈啊呢。像这，阮就去。买便当了，我就换我开车嘛。换我开车，我就开到一个所在，要拍左方向灯。阿叫甲我老师，你哪会无滴的声？你的车哪拢无电啊？我讲无电，哪有可能无电哪会行咧？伊讲你咧食迄剩下的巴德利啊，你剩下的电池你就吃啊，你这可能发电机歹去啊。我讲无可能啦。伊讲无你开火，我讲你是无开火哦，我拢开啊，啥物拢开，变落大雨啊，我拢开，像这就安尼，阮就这样用那个马德里吃那个电，要从南港到汐止并不远啊，但是2-3公里，我甲你讲，我足错，我非常错，因为为什么我惊车停伫路中，车若停伫路中要安怎？结果我毋知影迄是汐止的好事多旁边。因为迄边啊，这蛇路吼，拢总是车。我想讲，这中线那才好开啊！安尼一开，一直甲开去，毋知迄就是好事多的迄个要入去因的停车场，迄蛇。我开入中，一看啊，旅馆到啊，要安怎？我就搁拍左转灯，要入去左边的旅馆啊嘛。吓这，你敢知影？阿叫我讲，老师，你拍迄个总场，你也无电啊，无电啊，你啥物拢无。我讲这要安怎？后壁扒，一直甲我扒。我开伫中线，呀，这你敢知？我迄阵吼，我敢若求叫上帝尔。真的，我一心一意只有依靠神。我一心一意，敢若我靠上帝，我上帝啊，救我！上帝救我！一个车打讲，你甲叫踢落去。他落创啥？人肉挡车啦！我讲叫你紧落，无咱后壁会甲咱扒死啦！叫伊就落就安尼哦。我看到安尼，我看见上帝的大能。好一个人因为伊动离啊，车嘛无甲弄，我紧越过，我过了我就停了，车袂叮当啊，袂叮当，我紧靠阮的台中的师傅，台中的师傅讲，莫搁开啊！你若搁开，你会无电咯，无电袂当。叮当哦，我讲，可是我明仔载要去教会要安怎？要去教会你换车，你无搁开啊？你会掉入路中。听这，你敢知影？到尾啊是安怎？到尾啊是，我一直祈祷上帝，你互我一个方法，救这台车，互我一个方法，明仔载当安全到南门教会做我的西瓜见证。阮台中的师傅，起来台北教阮甲车修理甲开了转去，听这。台中的师傅毋是基督徒呢，伊为着你明仔载要去西瓜见证，要去教会做礼拜，伊愿意做即款的牺牲。若毋是上帝开来，啥物人要来甲你帮忙啦？拜六暗呢，拜六已经5点外下班啊呢，
我徛起时，哎哟，下班啊啦，即阵无人通甲你救啊啦。我讲袂使啦，我的心里知道，我敢若心内敢若知影，上帝会救我，上帝必拯救我。只要我倚靠上帝，兄弟，你敢知影？你甲想看觅咧，若是阮的车是今仔日会知，就是礼拜知几台中开过来，阮是会掉日头园。迄南门就真正是开天窗啦！感谢主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万行水到带来。倚靠主的人，上帝就要帮助你。兄弟，倚靠主的人，毋是上帝要帮助你尔，上帝嘛要互你福气。所以接下来这首诗歌，我要来甲你分享，就是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倚靠主的人有福分，咱只要每一天困求祈祷感谢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，毋免为着明仔载要穿啥，要食啥物，上帝帮咱就今仔日要赐互你。今仔日的烦恼，今仔日到夜就好，好无？所以即个你嘛爱烦恼啊，因为我爱叫你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毋是我要唱哦，是你唱。足侪人讲，你安尼是毋是足刁难的？我讲袂啊，因为我会唱头前2行，第2行第1行第2行是我唱，第3行第4行是你唱，所以等下你就看到我第3行第4行，我就安尼，就表示你爱唱啦。为什么我有把握？你敢知？因为我喺疫情期间，我若无教会，我拢看恁的直播啊，我拢听恁的信乐队唱歌啊。所以我知影咱的钢琴老师弹琴弹得足好啊，知影咱的诗班一向的实力都很好啊，所以我爱你甲斗唱，我特别准备这条，一定爱互你表现一下。咱来包括咱的主，上帝要互你快乐，上帝要互你平安，好无？所以头前2段是快的歌哦，你要跟上哦，好无？你甲我的 melody 换快就好啊，你甲我的 melody 换你的字就好啊，好啊！一起来，倚靠主的人，我分来享受主，伫基督内面，互咱来福气，谢谢。目標知影主的恩典，將我哋來如意路。为你啊，主他当年，我主为人有福分，你主爱你了救，我主为人有福分。当着咱呀主的恩典，将我你来如意路。当着咱主的都在主为人。为你啊，主上当年，我主为了有福分，你主来了救人，我主为了有福分。哈利路亚！阿姐，你的声会当搁较大声，好无？用这歌声献上你上帝头前，互咱的主欢喜，用你的歌声来阿罗上帝，咱一起来倚靠主的人，我分。咱所求知影主的恩典，将我哋来如意路。咱就咱祈祷，都在主的爱有平安。为你啊，主他当年，我主为了有福分，你主爱你了救人，我主为了有福分。都着知影主的恩典，将我哋来如意路。咱就咱祈禱，都在主的愛有平安。为你啊，主他当年，我主为了有福分，你主爱你了救人，我主为了有福分。为你啊，主他当年，我主为了有福分，你主爱你了救人，我主为了有福分。我主为了有福分。
也跟了上帝，哈利路亚！哇，这个才叫做舒服的感觉。用这款的心情敬拜咱的主，听叫咱的主在呼召咱的声，咱就拍拼向前行。咱的主和咱的困难是无限的困难。若是兄弟，你愿意外靠伊，咱就是要真做有福气的囝子。阿门。啊！我今年61岁，拄则位长老走来甲我讲：“嘿，恁姐姐，恁姊啊几岁？”我以为是我家己的姊啊，迄原来是我的信仰的姊啊。我的信会姐，我拢叫姐姐。我袂当讲伊几岁。人拢知哦，你拢知哦。我减伊1岁，啊，伊看着比我年轻10岁。感谢主，我61岁，我2年前收到一个国中的同学的囡仔打电话给我，讲阮爸爸过往啊，你敢有想要来甲阮爸爸看一下呢？兄弟，我毋知影，咱的性命60几岁，伫即个时代60几岁就会无去。咱常常听人讲，咱的性命无定着，性命无定着。我甲你讲好无？我干那我甲你讲，咱遮有偌济人超过60岁啊！你还阁拢足健康坐伫遮，是毋是何等的福气？上帝福气，真正无超过60岁，有一天你们也会超过60岁。但是我要求上帝祝福互你健康100字。因为咱要用咱的信仰来影响别人的灵魂、别人的生命。咱要用咱的信仰对人讲，我信主有偌尔好。像这我自从迄个事件了后，我去看迄同学，还佫足少年人就无去啊。心内真艰苦，总是我勉励我家己。每一摆、每一天，若是我目睭会天开，我会喘气，还佫喘了真好，我要甲我的主讲主。我的心是要来学劳你，我的生命要奉献互你。今仔日就完完全全拢是属于你。像这咱做即款的操练，咱若做即款的操练，你的生命就会无共款。你敢知影？迄个世界卫生组织，世界迄个卫生组织，伊讲，若是爱唱歌的人，你会长岁寿。哦，我想这圣歌队人听了上欢喜。咱若还袂先参加圣歌队，拢来参加圣歌队吼。啊，这个唱歌会长岁寿，这是事实。因为一来，咱用丹田咧唱歌；二来，咱用喜乐咧唱歌。咱基督徒加一个，咱有对象好唱歌。咱咧唱歌，咱是对上帝咧学乐，咱对上帝咧感谢。上帝的福分为天顶倒来互你的，是无限的稳定，无限的疼痛。所以我仰望兄弟，咱同齐来学习，每一天目睭你一天开，你要看见着上帝稳定的时阵，你要对咱的主讲主啊，我的心想要来学乐你，我要感谢你，即天拢属于你。我要用一首诗歌来甲你分享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我要学乐你。若是兄弟，你愿意甲我同齐来用这个诗歌，咱一面唱的时阵，一面来反省。一面来去做咱心灵的这个这段，甲咱的主讲主，我每一天我都要来感谢你。我每一天拢要属于你，伫主你内面，只有主你会当互我的生命发光，只有主你会当引带我行人生平坦的道路。虽然有危险、有关山、有咧目屎的时阵，总是主你会帮助我的心神。我要来学劳你，那这愿意你甲我同齐，用心灵来唱歌，一起来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落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落耶和华，世间。拢着落伊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，咱的主对是每个地看顾。
像伊，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。那这你若是愿意开你的心门，互咱的主耶稣每一天拢掌管你的生命，我相信咱的生命绝对会改变。互咱逐天拢按照这个上帝光来跑走的时阵，咱的生命就会充满着主赐予咱的新生命。所以啊，这个内面讲，你若行伫我内面的，就要得到新的生命。咱大家来学落去，一起来。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，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，世间万物哦着落伊。出他手当思归天花，咱的主对心每个的看顾，伊答你咱路路为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。感谢咱上帝来出他手当。出他手当思归天花，咱的主对心为看顾，伊若天咱路路为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，伊答应咱路路。伊答应咱路路为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心啊，你着落也无花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收束我新的生命。你捌对我讲，你是世上的光，你若行伫你内面，就无搁再伫黑暗中。等到你要赐予我新的生命，我要看见着主你所赐的新生命。感谢主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来甲你分享短短的一个生命经验，所以我用一个题目叫做新生命。其实我本来要搁写较长的，就是新生命要有新生活，就是新的生命要过一个新的生活。你看咱 COVID-19， 你敢知影伫1年前哦。我就听见着一个报道，伊讲2023年，这个 COVID-19 会渐渐就无去啊，就是变做流行感冒、流行病迄种。我想讲，哦，哪有遐尔啊容易？你讲1年就1年，我已经忍受2年啊，过去2年拢足艰苦的啊，今年嘛是讲艰苦。你哪会讲2022年9月，还是2022年5月？你要讲到2023年4月，哇，有够长的感觉啊！你看这，拄好这个时阵，你有发现无？咱的口罩其实会当免戴，是因为咱已经戴习惯，所以咱还阁永远戴口罩。这个流行病已经渐渐退去。那这伫过去的这3年中间，咱有足辛苦，有足辛苦。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有改变无？有。你看这。当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拢在改变的时阵，咱的观念嘛爱改变。顶天有一个我的学生传一个影片互我看，互我看因教会的青年在唱啥物歌，我讲哦，好现代哦，唱到足现代。其实我驾车嘛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我会对着遮个囡仔的头壳。安尼对咧行，因渐渐安尼甲咱掠咧踅，咱嘛对伊踅安尼。你看这一个足明显的证据，就是我古早吼，其实嘛无喝迄手摇杯，就是因为我去驾车，囡仔讲老师，我们全班都要买，你要不要买一杯？我们送你喝好了，喝了就上瘾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今日嘛拢喝手摇杯，想袂到我的当当嘛甲我讲，老师以前我也没在喝手摇杯呢。要是我们以前咱以前拢无啉迄饮料，咱两个都袂丢丢啊。
我讲哪有即种代志啊？要着歹着，拢是上帝甲你注定好好啊，所以无要紧，咱着就行着的路。兄弟，当咱的观念在改变的时候，咱的生命嘛都会改变。我用两个圣经节，一个圣经故事，要来甲你简单就好。我要甲你分享讲，当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看上帝要留存咱的生命的时候，要留咱的生命活伫世间的时候，咱就拍拼向前行。伫腓立比书3章14节、13节、14节遐讲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伊讲弟兄们，你毋好想讲你已经得着啊啦。兄弟，咱拢得着这个福音吗？今仔福音就是咱拢得着啊，外面还佫足侪人无得着啦。所以兄弟，毋好掠做你已经得着，咱犹原来去传，即个骹步犹原来往前踏。我要对我家己的新的生命有一个勉励，就是讲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你敢知影？袂记得后壁的事，第二日头前的事，后壁的事有偌济，互你咧目屎艰苦、忧伤的，无法度的。兄弟，这拢过去啊！你爱第二个是头前的事，因为上帝想伫头前咧等你。你若慢慢啊行，稳稳啊行，有一天嘛行会到啦。但是你若紧紧行，迄个手你紧摕着，安尼敢无较好？当你腹肚枵的时候，你要食一个物件，你是慢慢啊吐，慢慢吐去行，还是真紧去甲伊夹来？当然嘛是真紧。所以啊，咱互咱的生命，搁再一个活起来的第一个，就是忘记背后，袂记后壁的事，第二日头前的事。上帝爱你做啥物？上帝可能爱你来教会服侍，上帝爱你做啥物？上帝爱你去传福音，外面去传福音。兄弟，咱做会到无？咱逐个来学习。这是第一个圣经节，我要甲你分享。第二个就是咱今仔看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伊讲，若有人踮伫基督内面，伊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，今仔日要成做新的。兄弟，新的生活、新的生命，是咱做基督徒每一天着 renew 啦，就是爱搁一届新，搁一届新。毋是讲上帝我信你，我就已经得着啊啦，毋是。腓立比书甲咱讲，毋好掠做你已经得着啊啦。咱得着，咱上帝要搁互咱的搁较济，咱会当一直得着，一直得着，一直得着。但是你有去给予无？你有去互人无？咱逐工拢住伫基督的内面，咱逐工的思想拢甲咱的基督结连。咱看圣经，互咱的话得到快乐。圣经的话，互咱得到快乐的时候，咱就会勇气外面去传福音。像这当咱要传福音的时阵，要去对传。你敢知影？我伫古早，哇，有教一合唱团，迄牧师娘是去国校外面分传单。分传单讲，我有迄儿童合唱团，你要来参加，你要来参加无？去菜市啊，去叫个囡仔，你有爱唱歌无？你有爱唱歌无？兄弟，这敢若看起来拢足卑微小可的代志，总是你敢做无？你愿意做无？你要做无？足侪教会的代志，教会事工嘛是甲咱想的共款，这遐简单。牧师啊，你免叫我啦，迄囡仔都会使啊。我要来勉励，三甲勉励啦。教你三甲勉励，若是你超过60岁人，还袂退休哈，还袂使退休哈。为什么？因为60几岁人叫做经验丰富的人，就是你有真经验丰富的人，你会当将这个传承予后一代人。我今日来看到玉祥，伊只叫伊执事，伊。20年前，我看到伊是18岁的囡仔，伊即阵已经变做4岁执事。我讲你长大了吼，对，长大了，对，娶某了吼，你讲对，明年要生囝啦，感谢主。啊，时间会变，一直变的时阵，你看后一代变甲遮尔厉害，遮尔老的时阵，是咱有好的模样。带后一代人，咱顶一代人，咱嘛会当叫做现代话，叫做摆烂，就摆烂啦。啥物着？迄囡仔家己就会晓，你毋知囡仔偌厉害啦。囡仔有影真厉害，后一代拢真厉害，后一代搁后一代拢真厉害。总是咱有咱的经验，咱会当互相讨论。伫教会事工的时阵，咱会当三甲来做工。
毋是囡仔做一团，咱做一团，拢无咧结合的，无咧结连的。兄弟，教育要兴起，就爱有遮的困难，要有新生代，嘛爱有老年人。所以今仔日我来，我感觉我会有足侪老年人很开心，因为你还佫足有路用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即个新的生命的即个圣经在内面，教咱过去拢过去啊。你60几岁人，你嘛无可能回到40几岁的体力啦，无法度啦。啊，你过去就过去啊，往前走，硬着标杆直跑。上帝标将手伫遐，上帝要互你手伫遐，咱迄个标来跑走，迄个目标来跑走。甲后一代，咱三角结连，咱来为着这个教会复兴，搁再复兴，拍拼，搁再拍拼。所以耶稣伫伊过活的时候，咱经规礼拜庆祝耶稣过活。耶稣过活的时候，伊显互遐学生门徒看啥物？伊讲我有上帝要为面顶来开力，互你的时阵，你就要充满能力。你爱往外面去传福音，你爱去亚罗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去传福音，甚至到地极。啊，这个故事大家拢知，但是咱落去传无，咱想讲咱教会就坐满安尼就好啊啦。其实毋是呢，足侪人伫外面受苦，当你艰苦的时候，你有耶稣好靠；别人伫外口艰苦的时候，伫遐弄溜咧、落傻，毋知要去佗找着瓦靠。然后当即个瓦靠若是诚做你生命好处的时阵，你有要甲人分享啊无？然后即个故事值得咱思考。就是咱行出去的时阵，互足侪人会当因为咱的诗歌、咱的福音，互因得着救，互因得着安慰，互因得着勉励。所以对今仔日即个三个圣经在内面，咱来思考新生命是啥物？新的生命就是你要活在基督里，拼命的往前走，而不是感觉你已经得着啊，你徛到遮就好。上帝，我知影我若徛伫遮，你嘛永远的帮助我。其实毋是，咱是上帝爱你，慢慢啊对伊的脚步往前走。咱的生命，即个新的生命，才会充满着意义。当咱活伫基督内面，基督就会帮助你，互你的新的生命发根。咱三个阿头祈祷。听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伫即个时间内面，阮听你着主你的呼召阮的声，你爱阮拍拼向前行，你爱阮。袂记了后壁事，第一日头前的事，地地去传福音，阮先复兴阮家己的心灵，先复兴阮家己的教会，愿主你继续带领保守阮，互阮继承教会伫遮徛起，会当做光、做盐、做地区的光，互足侪人知影，阮教会内面有你的平安，有你的喜乐，有你所需的健康伫内面，就欢喜行入伫阮的教会内面，阮献上感谢。保守阮每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、喜乐的心灵来跟对你，甲阮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还没完呢，你。哦，还没完。对啊。你哪时候走上去，我怎么都没有。你哪时候飘上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还因为我跟魏长老有讲过哦，我的时间还没到哦，请你不要挪用我的时间哦。因为我还有2个回应诗歌啦，这个回应诗歌是我你紧看迄个 QR code， 你若有照相机的，你家摕起来翕落，你会当进入我的 YouTube， 订阅不用钱，你通听我的歌，我歌拢放在内底，所以你会当家己翕者，那袂当你就打正明堂，你会当看到我的歌，听到我的歌安尼。好。来，接下来咱要来唱一个歌，这个歌新歌你有唱过无？放落你的担当，哇，那我就轻松了啊，我就不用唱了啊。但是我有小可改，等一下吼，咱有一个 A 口，就是放落你的担当，我后壁就无去写。所以这个敬拜赞美版，就是敬拜的版，就是干那甲遐为止尔。所以放落你的担当，你爱甲 A 口放落你的担当。按上尾一句同齐唱安尼好无？好，咱的主爱咱将重担拢放落，
主耶稣说：“烦恼苦担重担的，就来就近我，我互你得到休困。你听路嘛，加足有福的。好无？用这首诗歌，咱同齐来唱，唱出咱心内对要对主的讲，甲主讲主啊，愿你的脸帮助我要放落我的重担，轮对你，一起来。我看见秋天的路遥。 我感受风在吹，我看见水在流过，我知影主你拢伫这，人生苦难跌扛的过，主听见咱的声。 主啊，感谢你，
感谢你，让我愿意放落阮今仔团当下来分对你。愿主你继续保守阮继续教会直接行起，会当为着主你发光。愿主你继续保守阮有平安的心来分对你。阿门。阮来一个时间的报告，我甲你分享一下好了。既然是迄个福音的主题，我就想要甲你分享。阮做足侪福音的工课，阮即个较时常去的是迄个中国的时间。阮做足侪中国时间，阮甚至走去屏东，走去台南，走去台北，逐位走。兄弟，你敢知？今仔日我本来甲魏长老你话放一个奉献袋，逐个互我会当帮衬我，因为我的车都要歹去啊，害我才唔敢讲。然后我奉献袋带来就放在那边，我就不敢讲了。而且拄则我看到无外口的人，所以我就大胆的说了：等一下我才有奉献袋，你才来这摕安尼敢好？你愿意的帮助我的，我们要购买新的福音车啦，袂当一直掂去啊啦，阮掂3摆啊啦，调3摆10几年的车啦。迄外壳看着好好，我逐工吼去甲你台车安尼祷告，你敢知？它的外表还很新呢，可是怎么内脏都坏掉了？阮调过2摆，我就想讲，来到遮台北人拢肥肉，应该甲你抽较济才对，结果才袂当。今仔是因为为长老甲我做熟的，所以我甲安尼讲啦。若我去别位教会，我都唔敢讲啊。但这我只有奉献袋，麻烦你来摕安尼敢好？敢好啦？敢好啦？谢谢啦。你好像被我强迫，但是我没有强迫你。我是问问讲，你看到我的时间遮济时阵，你就想讲，我以前60几岁的老人啊，我还愿意做。少年的更要做。等一下我们下一场再来一起勉励好了。阮后一场唱的歌无共款，拢无共款，你嘛通留来做华语的礼拜啊。因嘛兄弟，你伫即个阮的福音的路上，你继续甲阮帮忙，安尼敢好？所以你家己看就好啊。其实我们有恩典舞，我很喜欢跳恩典舞恩典舞吼，我跟长辈老人家在跳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开心他们都说老师啊，那个脚用很少，很好伊讲脚用很少因为你大家拢骹头有拢手出过啊。我讲不是因为脚用很少，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方便所以因足感动所以我的那个松大松年团契、妇女团契那个行程，我摆袂了啦。所以感谢主，也希望兄弟你继续替阮祈祷，互阮这个营营逐工拢有真好的发展。发展是为着上帝讲，毋是为着我家己名。我这个年纪我毋免名啦。郑梅姐咱拢毋免名啦，古早伫下海讲郑梅姐啦，即届你讲郑梅甲明堂拢无路用啦，讲余祥啦，所以兄弟，咱后一代人会晓徛起来时，咱即代嘛要努力做模范，安尼好无？所以谢谢大家最后一首诗歌，我相信上帝恩典有够难言，所以我要用即个诗歌，甲兄弟同齐来分享，叫做一生稳定教育。咱用轻轻的歌声对主讲主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我会当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甲兄弟分享诗歌，分享见证，分享信仰的困难，分享外面的人偌尼需要帮衬，咱偌尼需要拍拼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对主讲主，感谢你，互阮无论行过关山，行过低谷，互阮伫艰苦的时阵。忧伤艰难的时阵，你的稳定拢满满充满伫阮中间。我无比较损伤，乃是有主你陪伴我，你甲阮抱，你甲阮揽，我伫遮献上感谢。愿主你保守阮一生稳定到遐。阮要对天讲，我要开声来唱歌。我若活出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你的旷野四
感谢主，落主，愿主的福气为今仔日到伫永远，拢降临伫咱建成教会为今仔日到伫永远。谢谢大家，多谢。愿这个礼拜真做头帮的坐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欢喜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咱就来把声归给上帝，阿门。谢谢。回应诗信息490首，对主的人有幸福，对主的人有幸福，从请起立吟诗。
请坐奉献，咱请何塞同工。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，即马公道的时间，咱做伙来看周报。大道的事项，头一项，感谢上帝听甲恩典，丰富阮的性命，愿阮拢会当以具体的行动回应上帝呼召。第二项，为着咱的肢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义梅、杜昭、陈秀荣、郭仁吉、陈义立、林以诺、朱小雷、洪英哲、陈昭明的复健、汪世军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原田文子、林秀英、黄静茹的标靶治疗，还有陈怡君以及潘廷义的低脑压，援助会当移植咱的肢体。嘛，第三项援助术后，今仔日受邀前来的福音亲友，援助的恩惠阻碍，甲你顶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搁一摆感谢你引带阮到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一心拢要传福音予世间人，互你继续看顾阮的教会、家庭甲个人，拢有主你的同在。即马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人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，
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底传阮离离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因根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咱做伙来看下周报。教会消息，头一项，本主日为福音主日，感谢郑明堂老师引音乐分享的生命见证。好，我们一起拍手，谢谢我们郑明堂老师。老师从小到大都没有变，然后诗歌见证都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有趣、幽默。愿主继续带领束缚因伫音乐事工上所需的一切都丰盛有余。第二项，本主日下晡礼拜部有举办信歌队的观摩联谊，欢迎对圣乐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留步领赏，因座位有限，请对3楼入座。第三项，义节牧师经过第68届总会通常年会，权衡为财团法人基督教美国南长老会台湾差会董事会的董事，任期是3年，愿主经过伊手所做的工。第四项，教会1楼大门右侧的彩色镶嵌玻璃组，经过修回同意，由台北公馆教会退休长老奉献，由台艺波公司设计制作，已经在4月21号完成安装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大家会后也可以去1楼观赏。第5项，疫后的生活渐趋正常，主日礼拜或查经祷告会的直播会继续，为取消各团契赖群组的直播连结。不能参加主日礼拜的，可以在 YouTube 搜寻建成教会，查经祷告会也在 Facebook 建成教会社团里直播。团契消息，5月10号到12号，北中的熊尼部举办春季灵修，嘉义佐登尼斯城堡、澄清湖的3日旅游，详情请看公布栏，报名请洽美玲会长。奉献名声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上营信息511首，阿罗上帝至悬至尊，会将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信神的扶持甲帮衬，互恁众人通地主的脚步。我靠伊，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下倒闭会。现在因为我伤过欢喜，所以袂记咧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我有炸小礼物要来互你，我有炸小礼物要来互你啦，就是你每一个人。行出去教会的时阵，你会当伫我迄 CD 的桌顶摕一块 CD 做纪念品，免费的，就是小礼物送你。足侪人甲我讲，你送我这无路用，我
我无通听。我甲你讲，还佫有足侪人因兜会当听，你会当送互伊，好无？这是我的心意，所以你就把它顺手带走一片你喜欢的。啊，你若讲啊，我要3片可以吗？3片2片就请你买好不好？啊，就是小礼物送给你，谢谢你，德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请圣歌队留步到前面，圣歌队席集合，圣歌队员请到前面的圣歌队席集合。全体。